林德区农会每当拢会办理一场小农市集，将林德在地有机农产推广给更多市民大众认识。这次特别就邀请到地瓜妈妈、川家味、新世纪有机农场、如意无毒农场、曙光香草园、致放牧鸡蛋、桃妈菜园、林家果园这8间在地农民伫现场等收。你感觉这的产品卖啊？感觉安好啊，当然好啊，鲜啊，水啊，按需要啊，系啊。啊，介绍咧？介绍还好，小。配合我们每年度的活动能够呢让这个农民呢他们有固定的行销的管道。那在我们农会这边呢，就是每年我们会不定期的办理这个行销的活动。现场除了有新鲜好食农特产通好买，这次活动更结合市农教育，协助往来行销，以及家副中心兰花义卖，和这场小农市集更加有意义。最近我们凤梨盛产。所以我们接到农委会的指示我们要来推销凤梨。今天我们又加了一个我们的食农教育的凤梨推，今天来推销我们行销我们的凤梨我们今天有一个促销的活动，就是买2送1。所以我们今天是开场，刚好是搭到我们的市集。那我们会在5月13号。会在我们的村里再办一个食农教育的凤梨的活动，到时候也欢迎各位来莅临参加。这次的小农市集，林德区农会也邀请曙光农场在现场教导民众制作桑葚果酱，为满满的林雕就会当看出活动举办热门甲成功。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